资深本土艺人廖俊去年底经传因脑中风住院，同为演员的儿子廖景德只好边忙拍戏边照顾爸爸。日前也透露爸爸的近况，探说爸爸今年过年无法回家，让不少粉丝相当心疼。而廖景德大年初3、7日也贴出父子拜年影片，曝光廖俊最新情况，让不少粉丝纷纷留言加油打气。廖俊去年底因为小中风加上流感而住院，当时不少演艺圈好友纷纷前往探视关心。廖景德也透露，父亲已在医院做复健1个多月，有请看护照顾，但是走路仍需要拐杖，今年过年无法回家。而廖景德大年初3也在粉专廖俊斜线景德贴出父子的拜年影片，只见两人身处于病房，廖俊穿着休闲坐在儿子旁边，气色看起来相当不错，却很在意自己的发型，不断在镜头拨自己的头发。在播了一阵子后，父子俩才开始拜年，向各个粉丝直说新年快乐，让不少粉丝看完后也纷纷替廖俊加油打气，开心表示俊爸新年快乐，早日康复，早日康复，我们都希望再看到您的风采、幽默的话语，俊爸要好好做复健哦，前半年的复健做得好，会让自己以后的状态比现在好很多。